曲歌王黄文兴。桃园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大家好热情，现在歌曲经典歌曲《上上》。感谢真真真我可以愿意看看你就会走入我的心上。 是我的心内有我，拢是你。想你三更，对头到尾甲你想一摆，明知影无彩工，风吹草动我心顶干。想你三更，一点一滴安怎忘袂记？ 谢谢，这首《沙弥沙利》，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！哇，好热情！你们会不会冷啊？不会，其实我站在台上本来会冷，那你们的热情我就不会冷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带来的下一首歌曲呢，是一首非常轻快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，林强的《向前行》，谢谢。 Hello， 这边的朋友，嗨！回家，渐渐要去行，再会我的故乡甲亲情。 亲爱的朋友，再会吧。斗阵的朋友，搁是来。我要来去跟你打拼，听人讲什么好康的拢伫遐。 笑我是爱做流氓的公囝，不管如何，路是家己行。再会吧，
喜了。哎，怎么说？因为我们好像在9月的时候当爸爸了，对吗？是。哇，小孩还是在台风夜出生的哦。应该是说中秋节。中秋节。对，中秋节。所以那天特别的团圆。那今天来到我们桃园的现场，跟我们桃园的观众们一起团圆。真的。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桃园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哇，大家好。好热情啊，这个有。我们超远，你知道我们人10万，对，而且超远都看不到后面的人了。看不到。后面的朋友们，后面的朋友们，让我们看到你好吗？哇，真的好热情。对，那我们迎接2016啊，除了2015当爸爸之外，我们2016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呢？2016的话，会发行我新的专辑，台语专辑。哇！因为今年这一张是国语专辑那明年会发全新的台语专辑，这样。所以就是想要台语歌王跟国语歌王一起一把捞的意思。我看是有点难啊，因为太多高手了。那我只是觉得说，台语跟国语都是我喜欢的歌曲，那也希望能够有不一样的路线、不一样的面向，让大家可以听到文心唱的一些不一样的风格，这样。哇，我们也非常期待文心在明年帮我们带来全新的台语专辑。是的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去买哦。大家一定要去买。好，那我们就是 Q 的。这边。我们等一下会带来台语歌还是国语歌？台语。哇，我最喜欢听你唱台语歌，那个溃靠啊，无人能及。谢谢。你可以抽汽车。抽汽车。真想抽。倒数5秒，记得要嗨哦。欢迎回到2016闪亮新桃园。刚刚听我们黄文兴唱歌，是不是听得有点太过瘾了？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让黄文兴带来精彩的好歌。好的，谢谢。那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跟桃园的现场朋友们一起跨年。那在这边呢，除了祝大家新年快乐以外，也要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够事事顺心，然后身体健康。好的，接下来带来的下一首歌曲呢，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温馨的歌曲，《天地天地》，谢谢。渐渐地，也是悄悄地在。